这么多啊？许寒说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当心！事关三公主前程，裴思学，裴思学一个外人都来了，我身为乐礼府的男主人，自然是。自然不能缺席。芊芊，字写错了。哪个字写错了？这个字就是这么写的呀。我写一笔，你跟着我写一笔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回对了，是你在我心上。行了，你赶紧辅导我功课吧。芊芊，我研究了一下历届少城主卓考的文试试卷，总结出一些规律，在这个基础上拟了一些试题。题册我都帮你做了批注，如有不解之处，定要记得来向我询问。近日就收收你那贪玩的性子。文试是少城主卓考的首轮笔试，万万不可大意啊3年高考，5年模拟。看来裴思学不是很了解芊芊。这么多试题，别说是做了，就连看他都不会看。好在我也略微研究了历年少城主卓考考题，总结出一些规律，也拟了一些试题。不过只有薄薄这一册，都是精选题目，只要背过这一本，就能轻松应对考试。你这勾画的重点是透题还是押题啊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采取了一些非法手段，抓起来关3年的那种？你放心好了，学会这一本，保过。哼，韩少君未免太过自信了吧？你既然知道此事关系到芊芊的前途，万不可大意，还是催着他多看一些才是。是，稳妥也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。现在距离少城主卓考不足10日，哎，你觉得以他的脑子能背过那么多吗？啊，背不过，都是徒劳。哎，不要人身攻击啊！我脑子好使得很。芊芊，不如咱们今天就背过这一本，证明给韩少君看。韩少君所言极是，我脑子确实不够。裴思学，失策了？还是我比较了解芊芊？我与芊芊自幼一起长大，她这是在自谦。我与她成婚多日，她与从前大有不同。那有不同到哪？你怎么知道你了解的她是真正的她？是不是真正的她，我也有时间慢慢了解，不劳裴思学费心。哎，芊芊，来了，快起来！要不歇一会吧，太累了。不行了，这题难啊。少君，啊，少君来了，这题我写完了，现在我能休息了吧？哎呀，费神。
又怎么了？少城主卓考开市在即，我是来帮你练习策论的。策论，不就是辩论吗？你放心，我这嘴皮子厉害着呢。三公主这么自信，那咱们来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你亲我一下；那如果我赢了呢？我亲你一下。这个少君是在考我的应变能力吗？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！那我先出一题啊。在花园城，翁婿矛盾由来已久，岳父不仅可以随意打骂女婿，还可以做主将他休弃。那么如果有一天岳父与女婿发生争执，女婿应该是忍让还是据理力争？我觉得应该是据理力争。这不就是婆媳矛盾？小意思。你这选反方是吧？那我就选正方。我觉得是应该忍让的嘛。这翁婿矛盾无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再怎么吵也吵不出高低之分。而且就算你吵赢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好处。为什么不为了家庭能忍一忍，都和谐一点？请你另一半夹在中间，多难受。这么说来，如果有一天你与我母亲发生了争执，你也会为了我忍让吗？啊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而且我喜欢的人，我母亲一定也会喜欢。在说什么啊？行吧，这一局算你赢了。子睿，饿了，走。哎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那怎么怪？那肯定少君愿意准你的呗。那倒也是，我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啊，他怕城主借我来压制他。无妨，反正我俩早晚都得柴火。